大家好，我係3A 班28號嘅黃星。今日我想介紹名篇佳句學寫作入面寫嘅兩篇文章，一篇係楊宇儀嘅水鄉茶居，另一篇就係余光中嘅橫跨黃金城基布拉格查理大橋。喺呢兩篇文章入面，我首先想介紹楊宇儀嘅水鄉茶居。呢篇文記述咗作者喺廣東水鄉入面嘅茶居嘅所見所聞。佢令我欣賞嘅一點就係佢利用咗多個角度去描寫，例如係茶居嘅古樸雅致嘅構造，令人垂涎三尺嘅一盅兩件，仲有喺茶居入面嘅水鄉人，有啲嘆住茶傾住事，亦都有啲喺度安安靜靜咁喺度睇報紙。呢件事體現咗水鄉人嘆茶嘅唔同風格，亦都令水鄉茶居入面嘅唔同人物同埋行為都形象化。第二就係余光中嘅橫跨黃金城，佢有住各種唔同豐富嘅想像同埋比喻，例如喺悠閒嘅摩圖河入面有住攤販，亦都有住爵士樂隊去演奏，亦都令作者諗起咗猶如清明上河圖一樣嘅景況。亦都另外一點就係佢亦都間接描寫咗查理大橋嘅吸引人之處，更加講述到係老城廣場入面嘅樓塔，仲有整齊嘅排窗，更加係直接追上咗莫扎特嘅快板。最後仲有到處穿梭遊走嘅白鷗，更加係比喻成咗素衣盒展示嘅輕功，咁樣令我帶嚟咗深刻嘅視覺同埋聽覺嘅想像，亦都令文章更為生動，帶出咗大橋同埋廣場入面嘅氣息。呢個就係我今日嘅分享啦，多謝大家。